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注心咧保育猴的生态。8月初有800只猴成功出世，官府按算要起猴的保育馆，让嘉义沿海生态环境有更较周全的保护。向大家绍介猴的特色。伫嘉义县保育猴保育已经10档的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，16日布袋新琴国小举办国家海洋日的活动，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蛮有趣的，而且小孩子至少认识一个后，对，这是我觉得我这次来参加活动的意义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嘉义有很美丽的泥滩地，那刚才也看到很多黑面琵鹭，我想这样子一个生态系其实是嘉义人的宝藏，希望它可以以后有更多样性的生物在这个地方。活动结合学校甲一寡环保团体，用串关的方式，和民众哪算哪合适。嘉义县政府嘛表示，未来全国唯一的猴生态保育馆会起伫这个所在。未来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让不管在教育或者是在观光上，都可以让大家更重视后及相关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生态。我们有这样的成果，那当然也显示我们整个不只是后，它是一个保育的里程碑，也是我们整个嘉义县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的起点。协会表示，目前保育的600只猴仔，拢不是人工保育，只是提供环境，让因自然生长。希望未来猴保育馆起来了后，会替嘉义沿海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加完整的研究甲保护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